要不要喝我的隔壁室？要不要喝我的隔壁室？隔壁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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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不要喝我的隔壁室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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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隔壁室，隔壁室，隔壁室。好，接下来这一段非常的简单，我们唱一句，你们帮我们唱一句就好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应该不需要教学了吧？一句而已，科尔必斯要喊的就来了哦，要不要喝我的科尔必斯，喝我的？科尔必斯，要不要喝我的？要不要喝我的对？Yeah，啦。Is it good to drink？ Yeah，你啉看嘛就知嘛。好好好，你几岁啊？好，拍谁拍谁。现在是 IG 的年代，哦，反正在讲意大利。意大利，睡啦。好，那不拖时间，我们就带来最后一次哦。要不要喝我的？科尔必斯，要不要喝我的？科尔必斯，要不要喝我的？科尔必斯，要不要喝我的？隔壁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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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隔壁室。谢谢。感谢，恭喜举起来。